主内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能够来到主的面头前，来敬拜伊，来听伊的话语，来向伊感恩，来赞美伊。求上帝今仔日甲咱同在，搁再一摆经历到上帝恩典。伫过去一礼拜当中，咱虽然会拄着各款的问题，到危险的代志，但是感谢主，上帝带领咱平安过去。咱今仔日仍然活着，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上帝赐咱力量，赐咱一切生命当中所需要的，来供给予咱。所以咱要感恩。咱来到主的面头前，三合祈祷。亲爱的主啊，多谢你这礼拜会看顾保守。虽然这礼拜当中有经历到狂风暴雨、大风雨临到这个所在，但是感谢你仍然保守阮平安。虽然有时会拄着损失，但是上帝，你要按时补足，按时供给阮一切需要。感谢你，阮为着怀伫苦难当中的人来祈祷，有的也搁伫疫情的痛苦当中，有的因着这个疫情生理甲健康也拄着问题，有的人伫水灾当中有所损失。但是上帝，阮为因祈祷，求主你仍然保守因、安慰因、帮助因，互因经历到这段代志了后，我能体验到上帝你的慈爱甲信实，来体验到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权能。上帝，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你，求你的圣灵做工，互阮的心内靠着主的恩典。借着你话语的力量来安慰阮，使阮信心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Oh
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来到主的面头前，咱虽然有一件代志，互咱惊吓，但是咱仍然有法通靠主来孝顺伊的恩典。伫一个月11月当中啊，咱菲律宾有拄着2摆种个荒台水灾，伫这半个月当中啊，连连拄着2摆。我相信兄弟姊妹，咱徛伫这个所在，知影咱菲律宾啊，这个地区啊，这个区域啊，逐年拢有即款的热带的气旋啊，的旋风啊，英文叫做 tropical cyclone 这个热带气候的这个旋风来侵入到咱这个地区啊，所以咱菲律宾这个所在是全世界最第一最会拄到这个荒台的次数平均每一年有20摆的荒台进入到菲律宾北部。还是中部，或者是南部有8摆到9摆或者是经过咱菲律宾这个所在咱拢知影，每一年7月到10月常常有荒台发生这个荒台对倒来呢，还是对这个东边太平洋这个所在向西边安尼。切过来，互咱想到有一句话一句话啥物人生不如意的代志10有8九有10个月、12个月当中有真侪时间咱拄着荒台。那么这个荒台是对太平洋这边过来东边。伊就向西切过来，这个太平洋也是真奇怪这个太平洋 Pacific Ocean， 这个 Pacific伊的意思就是啥物？peaceful 的意思其实无太平因为荒台经常是对这个东边太平洋过来，所以真侪人受到灾难有时11月、12月。经常有荒台来进入到菲律宾，菲律宾这个所在在帮助车道损失真大，为伤亡的人也是真多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俗语安尼讲伊说厝老偏偏拄着鬼暗。咧落雨国语是安尼屋漏偏逢连夜雨厝都咧漏咯，佮偏偏拄着雨，无停的规暗的直直落雨，所以直直滴水所以徛伫内面的人真无方便真无方便我佮加一句啥物新冠病毒。无时了新冠病毒，咱即摆拄着这病毒毋知影第时才要了第2句哩，屋漏偏逢连夜雨就是连夜雨，规暗咧落雨到厝都咧破咯，佮拄着规暗咧落雨所以困难加上困难特别是咱即个时全世界拄着这个 COVID-19 这个代志全世界拢是咱徛伫这个所在也是同款，拄着了这个病毒侵袭规个国家这个规个国家经济生命、财产、生理
佮受到真大的打击啊！已经拄着种代志，佮偏偏拄着啥物啊？厝咧漏，佮拄着规暗无停的雨啊！咱困难加上困难，所以今仔日咱的题目啊是安尼啊，题目啊是伫暴风雨当中啊有主的同在啊，伫暴风雨中有主的同在，这是一个真宝贵的信息。盼望兄弟姊妹会掠条上帝的应允。伫新约四福音当中啊，有三本册，有三本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甲路加福音。这三本册当中啊，叫讲到耶稣平静风浪这项代志啊。我读啊，我来读这篇啊，咱三个福音书哦，三本福音书。读这篇，因为内面有话哦，在字句哦，有无啥长，有是特别强调这项啊，也真强调迄项，所以咱要先读马太福音第8章第23节开始到27节，安尼讲，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伊，海内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困了。25节，门徒来叫醒伊，讲：主啊，救阮！主啊，来救阮哦！阮要丧命了，阮要无命了。26节，耶稣讲：恁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惊吓呢？就安尼起来，责备风甲海，风甲海就大大的平静了。27，众人稀奇讲：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连风甲海拢听从伊咯。连风甲海拢听从伊咯。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安尼讲：当迄个暗暝，耶稣对门徒讲：咱渡到迄边去。36节，门徒就离开众人，耶稣还在伫船顶。因就将耶稣一同带去，也有别个船甲因同行。37，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拍入船内，甚至船满了水。38，耶稣伫船尾枕着枕头伫遐咧困，门徒就叫醒伊，讲：夫子啊，阮咧要无命咯，你毋顾阮吗？39节，耶稣醒了，就责备风，向海讲：住了吧，静了吧，风就停止了，大大的平静。40节。耶稣对因讲：为什么惊吓呢？恁也阁无有信心吗？41，因就大大的惊吓，彼此会讲：这个到底是谁啊？连风甲海也听从了伊啊！所以圣经就读到这。头一点咱来讲耶稣啊，甲在门徒啊。伫加利利海坐船的时节，拄着风浪。那么因为门徒呢真惊，然后就向主来求救命，求主来救因。
求主来拯救因。伫这三点的圣经当中啊，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啊，因伫这拄着慌乱的时阵拢形容有能力的形容。马太8章14节，伊讲海来忽然起了暴风。马可4章37节也讲忽然起了暴风。路加也是伫遐尼讲屋顶忽然起了暴风。虽然英文的圣经无讲到忽然这项代志，但是这两字无讲到这两字，但是伫这个代志发生的时阵，这个风是忽然间对北方安尼向南边安尼吹落来。所以这个忽然突然想到，咱人生活伫这个世界顶常常有一件代志发生是突然想袂到的，是忽然间来到的，亲像暴风雨即搭所讲的，忽然间有暴风雨临到因的心顶感谢主有通过有机会伫这个 COVID-19 伫这个病毒来到的时阵这几个月来对3月到今仔日阮真少就出门了大部分就住伫厝内或者是走去附近街路咧买日用品，或者较远淡薄就是到某咧内面买一下需要的物件，真少出去外省。感谢主安排了有机会有主来兄弟姊妹来招请阮到马尼拉附近这个小岛只有500hectare咧，500毋是无500公顷的意思500公顷的迄个范围，内面有旅社，有游泳池，有真水的设备，安尼感谢上帝恩典为阮安排这个机会，对11月9号到12号，头2日这是风和日丽的环境风和就是一个风吹来真温和，无起大风大浪迄个秋千日丽就是日头出来真水的日头有时有云遮咧，有时无云，有时较热一些但是迄个气候真好。头2日享受神的创造，神的恩典神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美丽的风景到第3日暗暝8点等阮食暗了的时阵迄个讲参观的人就讲，恁着赶紧行8点大风雨要来咯所以阮赶紧食了就倒去密在房间内面过一工个风就也大规暝的大风雨是非常的大，到天光2、3点、2、3、4点，也佫有大风来的时阵，阮倒伫内面哎呀，看到听到个风声真可怕，较呼号怀心肝直撇咱就要甲伊吹倒要甲伊吹走咯有的人的厝管实在是去吹倒有的人怀服务员赶紧将因甲伊安排去别地厝去徛咯真危险。但是感谢主，虽然外面的暴风雨真大真厉害，风声真可怕，我厝撇来撇去，我手总有会倒了，但是阮伫心内面有主的平安，知影主甲阮同在第2日拜四透早6点左右，我就出去外面看觅咧。
哇，四周围的在厝话倒咯啊，厝挂话无去咯，厝话破真厉害咯，我牙落啊规涂骹咯，牙齿啊落啊规涂骹啊。所以同款前2日哦，天气真好，到第3日天气就变了，忽然呢，在大风雨就临到啊。所以咱中国有一句俗语安尼讲啊：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迷日的下福，有灾厄甲福气。所以咱现在啊，伫生活伫这个病毒也个真危险的当中啊，有的人的生理啊受到影响，有的几点无生理做咯，有的厝内人拄着病痛咯，入病厝咯。所以当一个人啊拄着这代志临到的时阵，若个有厝内人破病入病厝啊，因的开支这个因的烦恼会加重啊，加添啊。也个有厝内有一个问题，也个有一个危险的代志，一项接踵而来啊，一项一项的来。这亲像什么呢？一搭成语所讲的，天有不测的风雨，人有迷日的下福啊。所以啊，这个加上本来是这个病毒的临到，结果加上什么呢？风雨来啊！迄一条风雨真大，真侪厝倒啊！真侪人真惊吓。迄个风过了后，就来到马尼拉。马尼拉这个所在，现在风雨真大中水还水过头迄个因的车挂咧，有诶到升到2楼，可能有诶不止所以损失无少有诶人伤亡也是会有所以啊，咱活伫这个世间时常有忽然间临到的灾难，临到想无到的代志发生，想无到的危险会临到咱的身顶。那么咱要怎样呢？咱就求主来帮助咱，求主甲咱同在，求主来拯救咱。咱看耶稣的门徒伫拄着这个风雨暴风雨临到的时阵，因的心情怎样呢？因也是真惊因就呼发主啊来救我。马太福音第8章24到25节安尼讲，海内忽然间起了暴风，暴风就是大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就是迄波浪入来船的内面咯，强入来咯，大水强入来，风在波浪强入来了，耶稣却伫伫咧困。耶稣为什么伫咧困呢？因为做工伤过闲规日做事做工传福音医病行去迄搭，非常的闲的时节，伊就需要休息。所以伫暴风雨当中耶稣甲因同在伊因为身躯也先伫船尾底下咧困。25节讲门徒就来叫醒耶稣说主啊，救阮哦！阮咧要丧命咯，阮咧要无命咯。马可福音迄搭也是讲，说波浪拍入船内，甚至船要沉落去咯，满了水咯，要沉落去咯。38节讲门徒叫醒伊，讲夫子啊，阮咧要丧命咯，你敢无要顾阮嘛？有时风雨来的时阵咱摇伊主，为什么毋顾阮为什么阮会发生对主会摇伊路加也是安尼讲，船满了水，心非常的危险门徒就来叫醒伊讲，夫子先生阮咧要无命了，阮咧要丧命了。所以马太第8章65节
讲说主啊，阮救阮哦，阮咧要丧命咯。当咱属神的行里吼，拄着危险的时阵，拄着灾难的时阵，咱有一个官兵来到神的面头前来求助、来拯救人、来帮助人。敢若在问答那惊遐，因检是渔夫吗？因当中检是有人是掠鱼人嘛？经常伫这个湖内面啊，这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咧生活嘛？因经历到真多，敢若因会惊？我想哦，这个一摆的暴风雨啊，暴风浪啊，非常的大。可能因一世人毋捌经历着，现在经历着，因心内就非常的惊。所以，即搭来互咱的属灵的教训是啥物呢？有时阵吼，咱以为咱人生真老练咯，以为咱经历到真侪代志咯，咱小项代志无需要做，大项的代志才来靠做。其实上帝爱咱，无论大项、无论小项的代志，拄着问题，咱会用来到上帝面头前，上帝将咱的重担来交托主。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伊要帮助咱。但是在问答惊吓是啥物呢？因为惊因丧失生命啊，因为这项灾难真大。有可能会丧失因的生命，即生命生死关头的时阵，因惊咯。有时咱拄着真侪困难的代志啊，咱不知所措，毋知影该怎样办，毋知影要怎样做。有一底英文的歌Care Chorus 将一切歌里交托到主，安尼讲。歌词是安尼讲，将一切的歌里交托全交托。我将一切的重担放伫你面前，每一摆，当我毋知影怎样做，不知所措的时阵，或者是迷失方向，我将一切的歌里完全的交托。兄弟姊妹。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或者有灾难、危险临到的时阵，咱是惊吓咧，或者伫遐不知所措，袂晓要怎样做呢？所以，咱伫这个所在拄着这代志的时阵咱就会记得啥物呢？咱的主，咱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伫伊的手中有大权柄、大能力凡那是倚靠伊的人是有福气的，倚靠上帝的人是有福气的。所以马太第8章26节、27节安尼讲，耶稣讲：恁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惊吓？为什么胆无胆呢？耶稣就责备风甲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因互人就真稀奇的讲，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啊？连风甲海拢听从了伊啊！耶稣行神力奇事，有医治病人，做神力奇事，独真少看到耶稣伫咧平静风浪。对了，控制这个大自然的代志，上帝主耶稣有这款的权能咱看马可第4章38到41按讲，因将耶稣叫醒耶稣醒了就责备风，向海讲，就向这个大海讲真出名再请注意，伊讲停了吧。静了吧，意思叫这个风就停落来，这个浪就静落来了。耶稣这个时候用真有权柄，真有权柄的声音来命令，来
责备这个黄甲龙，伊说停了吧，静落来吧。圣经讲，风就停掉，大大的平静。真侪时阵，咱的生命、咱的家庭，咱会拄着真侪代志，真无平静，亲像大风涌安尼啊，卡咱要将咱的家庭、将咱的生命，甲你淹没去了，要甲咱淹死了。但是咱来到神的面头前，来到主的面头前，耶稣这个命令停了吧，静了吧，这个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就对因讲：恁敢若那行？恁的信心伫倒落啊？恁无信心吗？责备因无信心，惊遐是因为无信心，失去了信心，所以因就大大惊遐，彼此讲：这个到底是啥啊？连风甲海拢听中了伊咯。感谢主的恩典啊！这三节的圣经拢讲到耶稣用伊的权柄来平静风甲浪。这互咱什么属灵的教示呢？咱为什么拄着这灾难的时阵，咱惊袂食袂困，逐项代志佮无法通做了，就一直咧失去了信心，心灵软弱，无喜乐，无平安。为什么呢？一搭有几项，头一项呢？咱将耶稣的同在袂记咧咯，袂记咧，在闻到惊遐，伊初的时阵无想到耶稣伫因的边头，甲因同在啊。主耶稣降临降世的时阵啊，天使向约瑟讲啊，伊说你的牵手的玛利亚要怀孕生囝。必有童女怀孕生囝，人要称呼伊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甲咱同在。上帝真愿意甲人同在，真愿意帮助人的困难，要从死亡的关系当中将咱抢救出来，赐予咱生命，赐予咱永生。主耶稣甲咱同在。是全本圣经内面真重要的信息，咱唔通将这项代志袂记咧。当咱将神的同在甲伊袂记咧了后，咱心内就无平安，咱就失去平安，咱就惊吓，咱就软弱。所以做神的行哩，千万唔通袂记咧，神时时刻刻拢甲咱同在。如果咱来将神这个应允宝贝应允甲伊袂记咧啦，咱就软弱咯，咱就惊吓，咱就无平安咯。说落去，一项就是咱失去信心。耶稣3摆叫人讲，恁的信心伫倒落？小信的人啊，小信的人啊。主耶稣曾经安尼讲。当门徒看到耶稣伫海内行，因真惊，还是真惊？耶稣讲：说毋免惊，是我，毋免惊，是我，毋免惊。咱真侪时阵将主耶稣袂记咧，袂记咧伊是甲咱同在，袂记咧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伊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咱将伊袂记咧。是我毋免惊，所以主耶稣看到门徒因真惊吓，是因为信心真碎，或者失去了信心了。将耶稣、将上帝的带领带领伊的权柄，将伊袂记咧，伊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上全世界的人，上才有法通平静风浪呢？毋是人，只有上帝才有这款的权柄，
来平静风浪。只有咱伫困难当中临到的时阵，只有伊有法通帮助咱平静咱生命当中的风浪。当咱袂记得神会带领的时阵啊，咱就软弱了，咱就失去信心了，咱就失去平安了。当咱经历到伫困难当中经历到上帝带领的时阵，我相信咱也亲像门徒看见耶稣平静风浪的时阵啊，因就会真稀奇的讲：这个到底是谁啊？耶稣到底是谁啊？我捌你无透啊，捌你无够热啊！说伊这个欢呼欢甲浪，说连欢甲浪，连欢甲嗨，拢听中了伊啊！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有拄着风浪？咱伫这个关心病毒来围困、来攻击咱的时阵啊，咱心内真惊吓，换成佫加上在风浪，咱其他的代志，亲像风浪这样来攻击咱的时阵啊，咱的心情怎样？你要活靠上下，是毋是活靠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上帝？咱的救主，咱的生命完全交托伫伊的手中。你是毋是惊丧失咱的生命灵魂呢？只要咱辛苦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伊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不义。伊阁要将永生赐予咱，咱就免经历到迄个灭亡、迄个永远灭亡迄款的灾难，因为咱是属于神的子儿，要将荣耀、丰富、永远的福气赏赐予咱，因为咱是伊的子儿，是伊所拯救，是咱是伊的百姓，咱是伊的民。所以咱免惊，咱是伊草场顶的羊，伊按时来攻击，来帮助咱。咱三个阿头，亲爱的主啊，阮搁再来到你面头前，来祈祷，来仰望你。虽然阮这个时仍然伫这个病毒泛滥真厉害的时阵，四周围来威胁着阮，但是上帝的恩典甲权能。搁较大会威胁伫阮的身边，伫阮的四周围。虽然阮有时会拄着风浪、大涌大浪，但是主的权能比这风浪搁较大、搁较厉害，所以阮毋免惊。你的话语甲阮讲，阮的日子如何，力量也的确如何。上帝要将丰盛的生命。高业的恩典、充盛的恩典来享受，托怀祈求伊的人，因为主顾念阮，感谢你，求你的圣灵将今仔日的信息深深的刻条伫阮的心中，互阮伫暴风雨临到的时节无惊吓，反倒当有信心、有平安伫阮的内面。我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